我係阿卷啊，今日同大家講下，如果你嚟廣州融創滑雪嘅話咧，你從攞門飛到入去攞裝備，一共會經歷啲咩事情啦？咁可以俾未嚟過嘅第一次嚟嘅朋友咧，有一個預知，唔使好似盲頭烏蠅咁樣。究竟我入到去做啲乜嘢咧？畢竟嗰張飛咧，其實都唔平嘅。咁你浪費咗唔少時間嘅話，其實都係浪費咗錢嘅。咁首先啦，如果你喺2號門同埋喺停車場入嚟咧，都會有一個攞門飛嘅機器嘅。咁你可以喺嗰度攞咗門飛先。咁當然啦，喺滑雪場嘅票務中心咧都會有攞門飛嘅機器嘅。咁但係入到嚟之後咧，可能排到嘅人就會比較多啦。入場之前記得準備好你嘅證件啦，咁就唔使浪費太多嘅時間啦。入到雪場之後，一直行揾到7到9號櫃台就可以攞雪服同埋雪鞋啦。喺更衣室換好裝備之後咧，你可以將物品存放喺儲物櫃之後，就可以進入冷區啦。無論單雙板、雪板都係喺冷區度領取嘅。OK， 以上就係你從攞飛到入到嚟雪場之後，你會經歷嘅所有嘢。咁希望幫到第一次嚟嘅朋友啦。點讚、關注、收藏我哋雪友機，我哋會紮根喺廣州同埋深圳嘅室內滑雪場。有啲乜嘢唔明嘅話，隨時喺評論區問我哋。下次見，拜拜。